一强凌弱，非君子。滚开！叫你跑，叫你跑，把箱子拿来！你是谁？竟敢对我无礼！我是谁？我是你哥哥，你欺负弟弟，我替父王管教管教你。公子没事吧？滚开！你敢打我？你可知道我是谁？你欺负弟弟，就仗着身材比他们高，力气比他们大。遇到身材比你高、力气比你大的人，你只会说：“你可知道我是谁？”你是谁呀？我是……你给我等着，总有一天我会亲手把你打趴下，叫你跪着向我求饶。好，这句话倒像个好汉。那我就等你长大，练好本事，来找我打架。公子，姐，滚开！给我滚开！都给我滚开！公子，快跟上啊！公子。夫人知道公子要回来，早早就熬好了桃花粥，等着公子了。春吃鲜花，夏吃果，秋食野菌，冬喝汤。你在军中辛苦了，春天喝点桃花粥是最活血养颜的。母亲为孩儿太操心了。华儿，母亲听说刚才你在园子里打了公子当。哦，他以大欺小，应给他点教训。何必管那闲事儿，得罪了王后啊！啊，既然已经得罪了，就得罪了吧。反正芈月眼下才是大王面前的红人。母亲，华儿只是看着不公才出手的，并非想讨好任何人。华儿向来最懂事儿了。快，趁热喝了吧。哟，妹妹。魏夫人，公子华，妹妹也逛园子呢。哎呦，真是凑巧了。昨日华儿还跟我提起你们公子季，说小小年纪正气凛然，令人刮目呢。魏夫人过奖了。公子华打抱不平，仗义直言，本该受芈月一拜。八字严重，说不上什么仗义直言，只是看不惯仗势欺人，以大欺小罢了。华儿自小就这样，所以在兄弟当中威望最高。继儿当以公子华为楷模。妹妹可算来了，我特地派人叫妹妹过来。姐姐，快过来。你看，这是太医院特制的桃花丸，我用了一阵子，还真不错。妹妹拿回去试试。谢谢姐姐，什么事情都想着我。你我连理同支，与他人自然不同。大儿和继儿手足亲情，更是其他兄弟不能比的。姐姐说的是。我听说前2日，大儿在园子里欺负了继儿，这哪像个做哥哥的样子？为此事，我已经责骂过他了。小孩子家不知轻重，等大儿长大了，懂事了就好了。我是怕妹妹因为此事与姐姐生分了，更怕继儿受人挑唆，与当儿从此疏离。不会，牙齿有时还免不了会咬到舌头呢。我就知道妹妹识得大体，顾得大局，他人再用手段也是枉费心机。对了，我打算把宫里的园子好好修整一番。好妹妹，你帮我筹划筹划，哪日
我们一块儿把大王请来，好不好？好。大王整日忙于政务，臣妾想把这园子整治一下。平日里姐妹们可以寄情于山水，大王闲暇时也可以来这园子里散散心。难怪你今日一定要寡人来花园，原来你们都商量好了。是王后的提议，我只是帮着王后把大王请到花园里来。那王后打算如何做呢？臣妾已和众姐妹们商量过了，群策驱群力，倒真是有了些好主意。说来听听。臣妾想在那一边再开一个大一点的池塘。这个园子里有山有树有花，唯独缺的就是活水。山的那一边有一个湖，不妨开一个暗渠，把这活水引到大的池塘里，活水徘徊过大池塘，再返回湖泊。其实啊，这也是魏良人的心思。大王，前代贤君历来以山水之道治国，坎为水，艮为山，兑为泽，而这3个卦爻又都意味着卦德。有水滋润，万物则盛。大王的园子虽好，但缺水总是一件憾事。润万物者，莫润乎水；中万物使万物者，莫胜乎艮。臣妾只是想让大王的园子锦上添花。说得好，水见存，习坎；君子以常德行，习教事。安排人手，马上去做吧。是。大王，臣妾想把那大池塘就开在山那边的山丘下。好，过去看看。公子，大王和王后他们过来了，赶快准备吧。嗨，你们都听我的率领，各回自家的阵营。咦，我的那个小木球呢？快给我找木球去！木球，公子，木球在这儿呢。公子，木球。你们吃黑棋的为一方，你们都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大声点儿！明白。当儿他们这是在做什么？吃红棋的为一方。这些日子，大儿在甘大夫和处离子的调教下，悉心学习军务，日日在这儿和这些小内侍们演练兵法。华儿和焕儿，他们在疆场杀敌，当儿他们在后花园练兵。好，我们大秦后继有人。恭喜大王！童儿，你和当儿年龄相仿，为何不跟当儿一起玩耍？当弟弟力大膀粗，娘亲说如果跟他玩，启禀大王，童儿自小体弱多病，臣妾是担心他出事会伤着筋骨。男儿应该多经风雨，多见世面，凡常是爱子心切，寡人理会。但是过于呵护，总是不妥。是，都是臣妾的错，臣妾记下了。择日不如撞日，今日众人恰好都在，王后不如让当儿带人演练一下，好让寡人同爱妃们高兴高兴。臣妾遵命。珍珠，是。